新竹县台北市的东平里，因的综合所得是281.4万，排台湾第5名。附近的社区一户厅好赔到4000万，不过这人行道却是10多年拢无整修，规条路坎坎坷坷，行路真歹行，婴车跋倒塞，甚至有民众慢跑险险啊跋倒。民众出门运动，行第红砖仔路，就惊无细力去踏着窟窿着伤。这是新竹县台北市兴隆路附近的人行道，这年无整修，造成民众行第顶头拢爱真注意，闪过大大细细窟窿。确实是常常踢到，凹凸不平哈。一个是这个时间很久了，很多修补过的，修补过之后，他没有把它弄平。当地里长讲，真侪拢是因为人行道的树树根碰起来影响路面，一般民众无好行，更较免讲塞囡仔车的妈妈，也是坐轮椅的先撞者。刚开始的话，行道树很矮、很小棵，对这个人行道不会破坏到。可是树大枝的大起来，它那个树根就隆起，到处都是被这个树有没有破坏到？造成凹凸不平，先就损坏比较严重的路段先进行改善。那另外其他路段的部分，我们会需要中央补助的经费，我们后续再来申请。那我们也会分中长期的计划来分期的来改善。干部处表示，会先针对较严重的路段来改善，其他的部分会向中央提出改善计划，争取补助经费，用早享予民众一个安全的人行道。